这个检调追查到林大华的政治献金案，讲通发寺这间庙寺的主持是关键的角色。讲林大华艺术家人予伊的赞助金，或者是政治献金流入去通发寺，然后用这个钱项成立着基金会。基金会董事长都是通发寺的主持，安尼一来就袂输是洗钱，都卡着公益侵占罪了。林大华针对着相关的指控，强调家己的清白，讲司法会行以公道。查了整天没有证据啊！林大华涉嫌诈领助理费，林大华甲通发寺的主持被问过了后，拢裁定以专案上至100万块交保，可见两人伫案件中真关键。经过了解，检调追查发现讲，林大华敢若是将监察院的政治献金的专户内款项流入甲关系真密切的通发寺，后来这款项金额敢若是用来成立一个林三龙国教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113年3月29登记，由姓杨的董事长寄付1001万来设立的。这个姓杨的董事长就是通发寺的主持，基金会主旨就是林大华的任务服务处。基金会的那个服务处没有啊，这边是不是那个林三郎绝教基金会的服务处？服务处？哦，不是哎。工作人员拢唔知讲服务处内底，阁有一个林三龙国教基金会。外口除了有认定山佛教协会牌啊，嘛无基金会招牌，依照监察院政治献金查获平台资料，林大华这届甲顶一届选举支付予林三龙国教基金会设立的姓杨董事长18笔，总共是18万，名义是租用竞选办事处的费用，以及当选后甲公务有关的费用的支出。不排除讲，这个姓杨董事长除了是通发寺的主持的身份，嘛有辅选。针对目前所有的指控，林大华坚持讲伊是清白的。我会在法庭上证明我的清白。这段过程会很辛苦，但是我有信心，因为高雄市民已经用24年检验林大华。但是我是知道我是经得起千锤百炼、不贪不取的人。那真正有不法的所得成立基金会，恐惊佫会牵涉到公益的侵占罪。林大华甲通发寺之间的金流的关联，检调继续的追查。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